有一摆咧，我嘛是一个人，伫咧外口行暗路，行咧，我就发现讲头前有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。啊，为什么我会知影伊是少年的查某囡仔呢？因为伊回头甲我看，搁看2摆。等一下，我是去互当作是歹人心，还是讲伊就是我是一个查甫的？这个时阵呢，迄个查某囡仔就愈行愈紧，愈行愈紧，伊就甲手机摕出来讲：喂，翁诶，我入去要到厝啊！我想讲好啊，你安尼想，我嘛甲我的手机摕出来：喂，翁诶，迄个查某就回头甲我看，伊有一种表情是讲：加油，我支持你，你一定爱幸福。啊好啊，是甲我当作是男同志是毋？哦。这个时代实在有够艰苦的啊！对查某囡仔压力足大的啦，连我这个女同志嘛要假做男同志，lesbian 假做 gay， 我实在有够假的啦。最后嘛是希望大家查甫也着听，查某也着听。我是双双，多谢大家。最好咧吼，上尾句迄2句哦，查甫也着听，查某也着请。对。我感觉讲爱有真侪即个爸爸妈妈，这对咱下一代爱回希望。哦，咱吼教因讲台语，会对这份感情文化，这个土地，拢会更加迄个感情会出现啦。真有意思啦。嘿。